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台湾面对韩国队的策略就是5张 H 前上，哪5张呢？第1张许诺熙，第2张古林队阳，第3张林玉明，第4张陈柏宇，第5张庄成仲哦。这5张 H 胜过铁支啊。韩国也是放掉日本对决台湾，这个策略呢，我个人的看法是说，对用5张 H 压制韩国，可以让牛棚适当的调度休息。大家为什么会好奇说，为什么要派这5张 H 对韩国？为什么不派其他投手对决日本呢？因为日本一定是车轮战嘛，一有危机就换头。那韩国来讲，我们台湾对他们来讲，韩国来说，我们台湾对他们比较有胜算还有60%的机会，这是可以考虑的地方。用5张 H 对决韩国队，全上压制韩国。